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16，旧历的7月16，礼拜五。新闻的头一条，这到底是啥物意思呢？是恶作剧，是恐吓，也则是咧讲纠缠。苗栗公馆有一个阿婆，7月半的前一天，伫厝门口发现一卡玻璃拢的箱仔，毋知遮藏的，拍开一个看，是甲阿婆惊一个魂魄飞了了，内底竟然是藏一粒完整的猪头。 下骹阁来出银纸，民俗专家一个看，就讲这是纠缠，家属真火大，马上来报警。玻璃笼的箱仔拍开一看，这粒猪头边仔阁有一堆银纸，就安尼摆伫别人因兜的门口，真正是甲人惊到。他吓一跳，相当紧张啊！到底是谁藏的？这玻璃笼的箱仔写某某某先生收，但问题是这根本就无这个人。 我们住这边已经30、40年了，从来不准发生这种事情。是恶作剧、恐吓，也是一场误会。民俗专家一看到猪头甲银纸，讲这是纠缠。脑中风、一血死亡、合伙断头，那就是说，这个人即使说拆伙之后呢，也分不到任何的钱。第三，代表这个人是没有智慧的，做什么事情都是粗心大意。 不管送猪头的人是有心还是无心，民众为着求安心，已经先报警，警方嘛受理报案，向社会秩序维护法方向侦办，希望厘清对方送猪头的动机。